好，再来看这过年过到随开学，所以流感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。台中有病院一礼拜内就有4个囡仔，因为过年期间出去佚佗，也是讲这个家庭聚会去喂着病。上细汉的患者才11个月尔。也若诊所是发现讲，除了流感以外，也阁有新冠甲腺病毒当咧流行。预计开学了后，阁会有一波传染期。即马就连台南也有诊所发现讲，有囡仔是同时去喂着肠仔病毒甲 A 型的流感，所以提醒家长爱特别注意。过年的年假结束，流感的疫情犹原伫咧高原期。台中大家里综合病院最近一礼拜内就收治4位伫咧过年期间群聚感染的囡仔，上细汉才11个月大，已经发烧2天，转咧大院。另外，还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感染着肠仔病毒，食落就水吐，血糖上低嘛，转咧大院。主要是爸爸跟妈妈高烧，身体不舒服，然后一来就是有流感。就来这边治疗。那后来发现第2天小孩子也发烧了，所以也来做一下检查，结果也是流感。疾管署统计，流感病毒阳性的检体最近有咧增加，1个月来检验出 A 型流感病毒的占82%，B 型的占18%。另外，台南某诊所发现着囡仔同时阵感染着肠仔病毒和 A 型流感，也有腺病毒加 A 型流感。台中的小儿科医师施信焕就提醒大家，过年了后，流感、新冠病毒甲腺病毒的疫情拢要注意，而且开学了后，可能还会爆发小胃感染的高峰，若有症头，就要赶紧给医生看。令人比较担心的是学生开学，开学以后可能到学校各种病毒会再做一次交换，因为流感的话，目前公费的那个抗病毒的药物，都有持续在供应，只要说一旦你说你快筛有。或者是家里有群聚的现象，可以请医生赶快开立抗病毒的药物给你。台中大家里综合病院表示，要治疗流感上使用的就是食克流感甲一克无等等的药啊，或者是用素的药啊，瑞乐沙。若是有拄到囡仔食啥物拢会吐，会当选择使用瑞贝塔静脉注射治疗。目前这寡大院的囡仔经过治疗了后，拢已经渐渐恢复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